今日咧，我哋睇一個中山火炬開發區嘅明珠一號啦。呢個盤咧，相信有好多朋友仔之前都有了解過噶啦。佢依家咧，只要係現樓嘅狀態啦。咁明珠一號呢個小區咧，一共咧有8座樓嘅。咁佢主要個外觀咧都係貼咗瓷磚啦。無論經過咗5年、10年咧，佢都係咁樣嘅款式嘅。咁每一座樓下咧都有啲架空層，做咗一啲唔同嘅娛樂設施啦，可以俾到我哋小朋友啊或者成年人啊。作為日常休閒冇問題嘅，咁大家可以望下呢個園林綠化啦，相對嚟講都做得幾 OK 嘅，因為明珠一號咧係呢個片區目前在售裏面係一個比較高端嘅一個小區嚟嘅，所以呢個小區嘅園林大家可以望下啦，就好似一啲細型嘅小公園咁樣，一年四季咧都有唔同嘅花草綠植可以俾到我哋業主作為欣賞嘅。咁我哋望過去左手邊幾棵樹嗰位置咧，就係我哋一個中心泳池嘅位置，有小朋友嘅泳池同埋一個成人泳池啦。到時我哋夏天嘅時候咧，可以過去游下水。咁目前現階段咧，我哋呢個小區係現樓啊嘛。咁我哋依家睇呢個盤咧，屬於我哋中山火炬開發區張家邊呢嘅地段係比較成熟。日後喺呢個小區出門口右手邊咧，就可以滿足我哋吃喝玩樂。步行過去就 OK 啦，唔使擔心冇嘢食。基本上咧，步行過去可以飲酒茶、宵夜啊，各方面都可以滿足得到。同時，火炬開發區呢個咧已經發展咗20-30年啦。後期咧仲喺小區附近咧有2個地鐵口嘅，其中咧就係我哋一個張家邊啦，同埋我哋太陽城板塊一個地鐵口。咁後期咧可以坐地鐵去到我哋廣州啊，去到其他城市都 OK 嘅。咁現階段，如果我哋返港珠澳大橋或者返深圳灣口岸嘅情況下咧，我哋可以選擇揸車，或者我哋附近咧會有一個跨城嘅巴士，可以直接返到深圳灣，直接返香港都 OK 嘅。咁啊揸車嘅情況下咧，50分鐘你就可以返到港珠澳大橋噶啦。相對嚟講呢種時間咧，好多人都會接受得到啦。咁啊單價低樓層嘅話，唔到1萬蚊。如果需要好啲嘅樓層嘅話，1萬零幾、1萬1就可以立低一套單位啦。總價百零萬，首期嘅話15%就 OK 噶啦。咁其他我哋唔廢話啦，依家上去睇下上邊嘅示範單位先。示範單位咧就係明珠一號142方嘅一個單位，即係計翻香港咧1500尺一個單位嚟嘅。佢目前咧係做咗4間房。有需要嘅朋友咧，其實可以做到5間房嘅，門口個位置全部都贈送。咁實際可以用到面積咧有1500尺嘅單位嚟嘅。咁我哋首先從入門口個位置慢慢開始睇啦。呢邊嘅單位咧，你可以選擇大裝修，亦可以選擇清水樓嘅。咁平到咧就單價唔到1萬蚊啦。咁你如果需要靚嘅少少嘅樓層嘅話，就貴翻少少。佢都屬於2梯4伙嘅單位，望過去左手邊呢個位置有2個電梯啦。呢度位置屬於一個公區嘅通道，相對嚟講係比較闊綽嘅，可以達到一個對流嘅效果。咁呢套單位從呢一刻開始入嚟咧，就係我哋142平方，交付咧都係呢種門噶啦，比較厚重啦。咁裡面咧都有密碼指紋啊，可以直接打開噶啦。咁如果我哋有啲朋友仔忘記帶鎖匙嘅情況下咧，我哋指紋密碼開門咧，相對嚟講比較方便。密碼鎖後期唔啱嘅情況下咧，你都可以換埋佢嘅，比較靚仔，比較厚重。仲有埋貓眼噶啦，有朋友過嚟或者有邊個敲你門嘅話，都可以望到嘅。明珠一號142方最大嘅亮點就係呢個位置啦，全部都係送俾你用嘅。所以後期呢個位置裝翻門咧，你可以當房間用都 OK。養寵物嘅情況下咧，你將佢放喺呢個位置都 OK 嘅。佢實際啊〜右手邊呢個位置咧係有一個窗戶可以作為透光嘅，做咗一個簾，所以呢個位置無論採光各方面都 OK 嘅。如果係人口唔多嘅情況下咧，就好似依家咁樣，做個飲茶區都係唔錯嘅選擇嘅。每個人嘅家庭情況唔同啦，咁啊根據翻自己嘅喜好去做。咁我日常睇咁多別墅同埋呢啲豪宅啦，相對嚟講呢種咁嘅設計咧更加有氛圍感少少。過嚟之後咧，只要係做咗餐客廳嘅。依家係做咗一個吧台嘅形式，呢個位置做咗個中斗台，呢邊係餐台。當然後期交付嘅時候咧，如果係揀精裝都冇呢個嘢嘅，家私係唔包嘅，都係白牆嚟嘅。咁右手邊呢排嘢咧都要自己做嘅。廚房咧，大家可以望下啦。其實從嗰個牆體到呢埲牆咧係有5米幾嘅，5米幾嘅寬度。咁呢個位置咧係有個窗戶嘅。因為發展商為咗好睇，佢裝個簾喺度啦。
到時喺度洗、切、炒，哇，正到！依家我相信冇邊個人可以拒絕得到做一個半開放式嘅廚房會更加好用。如果揀精裝嘅情況下咧，上邊到時仲有啲櫥櫃啊、電器啊，全部做好晒嘅。但係實際交付嘅時候咧，唔係呢個啊，係比較簡潔嗰個爐灶同埋一個抽油機喺度咁樣嘅。咁呢個發展商洗衣機係唔送嘅，到時可以喺出邊裝洗衣機會更加舒服啲。咁每個人興趣唔同，擺設都會有一定嘅出入嘅。咁呢個客廳陽台到我哋門口咧，正心咧都有13米幾嘅，相對嚟講呢種長度啊足夠。咁呢套單位嘅寬度咧，實際都係4.3米度嘅啫。實際呢個位置係有間房嘅，發展商為咗展示好睇、大空間感啦，所以剝咗埲牆。如果人口唔多嘅情況下，做2-3間房咧，剝咗做一個大客廳，真係好舒服嘅。呢啲位置俾翻我哋女士健身啊咁樣。人口多嘅情況下咧，到時保留翻一間房都 OK 嘅。交付嘅時候咧，嗰間房係喺度㗎，有門㗎。咁出嚟之後，屬於我哋一個露台啦。到時可以喺呢個露台飲杯嘢，睇住出邊嘅日出日落、夜晚嘅星空，哇，好過癮啊！因為微風吹埋嚟咧，真係好舒服嘅。實際個露台都比較長㗎，呢個露台喺呢度過去到嗰邊咧，足有8米長嘅露台嚟嘅。咁依家發展商為咗好睇，將嗰個中間嘅位置咧做咗一埲牆啦。如果有需要嘅朋友咧，你都可以咁樣做，你就用翻呢個位置做洗衣機、晾衣服。咁喺呢個露台望落去咧，係我哋小區園林中間嘅位置睇泳池啦。左手邊屬於公區嘅華佗山公園，偶爾過去散步啊、爬山啊。咁喺山頂嘅位置望落嚟咧，成個城市景啊，好靚仔。特別你晚黑嗰時候過去爬山啊。咁右手邊嘅位置有少部分山景啦，同埋遠處嘅五季山脈嘅山景，仲係海茵新城富人區一個板塊嚟嘅，所以我哋呢個位置，無論你去深圳驛口、中山其他位置，都係一腳油門10零20分鐘嘅時間，就可以去到我哋中山市中心 CBD 地段啦。包括日後返香港嘅情況下咧，我哋如果揸車啊，大概1個鐘左右，你就可以返到深圳灣。咁我哋需要去其他城市啊，比如珠海啊、深圳啊、廣州呢啲地方咧，都係40幾到1個鐘時間。市中心就唔使講啦，10零20分鐘都 OK 啦。當然我哋火炬都係市中心板塊其中一部分嚟嘅。咁如果有啲朋友咧唔揸車嘅情況下咧，第一，小區門口有巴士去到我哋中山其他位置嘅。你需要返香港嘅情況下咧，右手邊直落。如果你中意多班次嘅話，我哋去右手邊有個叫星河 Coco City 同埋一個富熱城樓下咧，就有大巴直接返到香港嘅。除咗以上啲交通方式咧，我哋有需要去國內其他城市嘅情況下咧，第一，中山站同埋中山北站可以直接坐高鐵去到我哋國內其他城市度假旅遊，完全 OK 嘅。可以選擇坐船直接返香港，不過要喺呢個位置坐20分鐘嘅巴士或者打車去到中山新客運碼頭，直接坐船1個鐘就可以返到香港啦。當然佢個費用會比坐大巴嘅價錢貴返少少嘅。咁其他唔廢話，我哋睇返呢套單位嘅情況，142方嘅，可以做5間房嘅。呢啲係我哋日常講嘅餐客廳嘅位置。交樓大裝修嘅情況下咧，全部都係白牆嚟㗎。家私原裝嗰啲咧需要自己搭配。如果有啲朋友仔對呢個中山呢啲唔熟嘅，又需要做呢啲原裝，唔知點樣去處理嘅話，我哋會有啲公司介紹俾你，或者我哋帶你去附近一啲做家私嘅地方，你自己慢慢揀都 OK 嘅。咁過嚟之後咧，我哋首先睇到呢個位置啦，就係以客廳打通咗嘅。實際交付嘅時候咧，有個門嘅。係一間房，可以作為小朋友房或者客房用嘅。咁發展商為咗好睇咧，將呢個露台咧1分為2，做咗一個大嘅展示空間。如果有需要嘅朋友咧，你都可以咁樣做。呢間房獨享一個露台部分啦。如果唔中意呢個情況下，保留原露台都好好用嘅。望出去咧都係一啲景色為主噶啦。客房大致嘅情況係咁，我哋望下對過嚟就係一個公區嘅洗手間。都係一個乾濕分離嘅設計，大家去睇下。沖涼房喺呢度啦，呢度有窗戶嘅，因為發展商為咗好睇，佢又封咗個窗，放咗棵樹喺度。實際交付有個門嘅，打
打開咧可以扯風嘅。依家咁樣設計反而用咗好多地方做細咗呢個沖涼房，實際啊比依家現在嘅仲要大好多嘅。交付嘅時候咧，呢度係一個普通嘅洗手盆嚟嘅，咁啊有埋鏡蓋噶啦。咁有需要呢邊嘅交付標準嘅朋友咧，我哋已經影好 video 噶啦。到時可以 share 俾到大家作為參考啦。有需要我都可以約我哋睇下啲實景嘅。咁左手邊咧係主人房，背後咧係個客房。我哋先睇右手邊呢個小朋友房先。咁呢間房發展商咧係做咗一個碌架床，有滑滑梯嘅形式啦。當然實際交付嘅時候咧，呢嚿嘢係冇嘅。如果有啲屋企人好小朋友又做得比較溫馨、比較 friend 嘅情況下咧，或者兩個女仔或者一個男仔咁樣。下邊瞓一個，上邊瞓一個，咁樣都唔錯嘅選擇。其實呢度仲有個凹位嘅，係有個窗戶，打開之後咧可以透風透氣都 OK 嘅。呢個咧就為咗好睇，佢裝咗一個簾喺度啦。實際都比較大嘅，因為呢嚿嘢啊壓地方。過嚟之後咧係另外一間房嚟嘅。依家做咗一個榻榻米形式，其實放個1.5米床係足夠嘅。出邊呢度係有窗戶嘅，因為放咗呢個簾咧睇唔到啊，有個窗戶。可以採光透氣嘅，上邊做咗吊櫃，咁樣嘅形式都幾好嘅，比較實用，即係將每一寸空間咧發揮得淋漓盡致啊！放下啲絲織啊各方面咧，所以幾好用嘅。作為啲收藏品擺喺上邊都 OK 嘅。當然呢種咁嘅設計，如果係我哋個人整咧，個費用都唔少嘅，就睇翻用咩材料、咩材質啦。過嚟之後屬於我哋一間主人房啦，依家係做咗一個開放式嘅後無隱私，兩公婆比較浪漫嘅世界咧就可以做呢種主人房套間啦。一邊沖涼浸浴咧，完全可以 feel 得到嘅。當然我哋自己生活喺呢個主人房咧，一定都唔會咁做噶啦。相對嚟講，依家呢種款式咧比較類似酒店式嘅設計。呢度位置咧放咗1.8米床，又做咗一個飲嘢或者睇書嘅。類似書台咁嘅形式啦，呢種又幾好嘅。比如我哋女士可以喺呢度梳妝，睇住出邊景色，教小朋友寫作業咁樣喺呢度，或者我哋一啲男士咧可以喺呢度辦公啊，睇下書啊，呢種又幾好。實際交付嘅時候咧，呢嚿嘢係冇嘅，所以有需要嘅時候咧，自己咁樣做係 OK 嘅，或者做平出邊嗰個飄台，作為一啲收納櫃，咁樣又 OK 嘅。雙層隔音玻璃，大家可以聽到其實呢間屋咧係好安靜嘅。當然打開之後咧，佢個聲音咧都係好細嘅啫。到時可以放啲衣服喺呢一個位置。當然每個人嘅興趣設計唔同啦。咁142方呢個單位咧，我哋基本上睇完啦。佢目前咧就做咗3個房嘅啫，實際可以做到5間房。1、2、3、4，門口有間，5間房完全足夠嘅。咁實用面積咧1500幾尺，咁依家呢個示範單位咧，每一寸空間咧做到恰到好處嘅。我個人咧就對呢種咁樣嘅設計係比較有 feel 嘅，但係每個人嘅追求嘅嘢唔一樣啦，所以後期嘅搭配咧睇翻興趣。如果對呢啲家私唔知點整嘅，我哋可以安排啲師傅上門1對1做出嚟，交付俾你都 OK 嘅。咁啊，依家呢個單位咧單價嘅話10000幾靚樓層。如果要一啲低樓層嘅話就平啲。如果到時想揾一啲價錢又平又大件抵食嘅，揀5、6樓就 OK 啦。咁啊睇翻小區園林，因為呢邊嘅樓層越高，睇嘅視野寬度咧更加大少少啦。成個城市都喺你眼裏，睇出去又有自然嘅山景嚟嘅。咁呢啲單位咧全部係首期可以做到15%嘅。當然有需要嘅話，亦可以一次性付款都冇咩問題嘅。之前都有同大家講過啦，佢嘅配套係比較方便嘅。落樓有啲吃喝玩樂啊，附近有太陽城商場啊，有地鐵啊，深中通透出口就喺附近啊，仲有我哋乙仙路嘅快線啊，博愛路快線啊，一腳油門你就好輕鬆實現去到其他城市啦。大灣區揾個平平地嘅度假屋嘅。呢個明知一號都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嘅，佢各方面咧唔算好差。大家喺睇片過程中，有邊啲位置我冇講到又需要了解嘅情況下咧，可以留言，互相之間作為一個交流啦。咁當然呢個只不過係中山其他一個盤啫，我哋喺其他位置啊各方面都有好多盤或者別墅低首期嘅項目俾大家參考啦。我係主持人陳生，希望大家睇樓嘅路上越睇越順，早日揾到自己心儀嘅靚屋。